個797尺都係3房1套連工作房，門口有個小小嘅走廊做咗玄關位，做埋鞋櫃，做埋工作房。呢度廚房擺咗喺最側邊。如果你問我嘅話呢，我就比較中意呢個門型啦。呢個都係正河景嘅方向，797尺。咁啊，大廳採光度非常之好啦。3間睡房一樣，全部同一方向。最緊要係700零尺嘅主人套房，700零尺嘅主人套房都有呢個名次嘅設計，多咗一個門口嘅走廊玄關位，嗰度全部做好晒鞋櫃、儲物櫃。我中意呢個。嗱，呢度講緊1700零萬左右咧，你就買到啦。記住，Bad Boy 29樓 A 室呢個797尺3房1套，最大嘅唔同同分別就係門口位置多咗玄關，廚房做細咗，長形嘅設計，但係門口呢個位置咧就得睇咗。